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睇我哋素顏人頻道嘅短片。好啦，睇完片之後啦，如果覺得我哋段片幫到大家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我哋會繼續拍唔同嘅片啦，擺上我哋頻道啦。目的就係幫助大家解決學習上嗰個疑難嘅。大家好，嗱，今次呢條題目係一條關於exponential function 一個指數函數嘅 equation 方程，牽涉到一個quadratic 二次方程嘅。睇睇呢條題目啦，solve 啦，解啦，四乘 e 嘅 2x 次方加7乘 e(x) 次方減15等於零。開始點樣做呢？其實我哋知一樣嘢啦，e 嘅 2x 次方即係等於 e(x) 次方成個平方嘅啫。睇睇右手邊嗰個嘅 cross method 十字相乘法啦，4乘 e(x) 次方乘 e(x) 次方啦，都係4乘 e 嘅 2x 次方。右手邊負5乘正3係負15啦，加4、3、1、12，再減5係加7乘 e(x) 次方。跟住我哋可以去解方程噶啦。變成4啦，乘 e(x) 次方減5等於括弧啦，再乘 e(x) 次方加3等於括弧等於0。換句話講，4乘 e(x) 次方減5等於0啦，變做4乘 e(x) 次方都係5啦。咁 e(x) 次方都係5 over 4，由每邊加個 ln。然之後啦，有一啲ln 嘅性質去做嘢啦。x 乘以 ln e 啦，例如右手邊 ln 5減 ln 4。留意 ln e 係1啦，x 係等於ln 5啦，減ln 4可以就咁寫，亦都可以寫成ln 2嘅2次方。如果進一步化加嘅時候x 就等於 ln 5啦，減2乘 ln 2啦。呢個答案我哋要嘅。另一邊啦，e(x) 次方加3等於0啦，咁計到 e(x) 次方係負3喎。呢個答案我哋要寫去 rejected。點解呢？因為 e(x) 次方一定大過0噶，所以最後答案即係得一個嘅啫。好啦，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啦。咁大家記得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，叫埋一齊睇啦。多謝大家嘅時間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